现代台语版圣经撒母耳记下卷第7章。王坐伫王宫，上主予伊无受四围对敌的搅扰，享受太平。王对先知拿单讲：你看，我住伫片油茶的宫殿，毋过上帝的约柜踮伫布边。拿单对王讲：你想要安怎，就通去做，因为上主甲你同在。迄暝，上主的话临到拿单讲：你去甲我的仆人大必讲，上主安尼讲：你真正要去圣殿互我住是无？对我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到现在，我毋捌住伫殿里，拢一直住伫布边，也是会幕，甲因做伙行耍。我甲以色列人同行的时，减捌对倒一个以色列支族的领袖，就是牧养我的子民的讲：恁若无甲我去片油茶的殿，但你着甲我的仆人大必讲，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：我对牧场拣调你，互你无过饲羊，是要互你做我的子民以色列的统治者。你无论去倒位，我会甲你同在，消灭你面前所有的对敌。我一定互你有大名声，亲像世间的伟人遐尼出名。我要为着我的子民以色列准备一个所在，甲因安顿，互因徛起伫家己的所在，无过受搅扰，无过亲像早前我命令士师管理我的子民以色列的时代，受凶恶的人欺压。我要互你脱离一切的对敌，得到太平。我阁宣布，我上主要建立你的王朝，到你的岁寿满，转去你的祖先遐的时，我要选立你的后代，你的亲生囝来续接你，阁要互伊会国稳固。伊要为着我的名起圣殿，我要坚固伊的王位，直到永远。我要做伊的爸，伊要做我的囝。伊若犯罪，我要用人的管，世间人的鞭责罚伊。毋过，我的挚爱袂离开伊，袂亲像我互挚爱离开我所弃杀的扫罗。你的家甲你的国会永远建立伫我的面前，你的王位会坚固到永远。拿单就照上帝启示的话，拢甲大必讲。大必王就入去会幕，坐伫上主的面前，讲：至悬的上主，我是啥人？我的家算啥物？你竟然带我到这个地位！毋若安尼，至悬的上主啊，你阁眷顾你奴仆的家的将来。至悬的上主，这减是一般人袂当拄到的代志。至悬的上主啊，你的奴仆你上清楚，我还有啥物话通讲？你有做遮个大事，阁教导你的奴仆，这拢是因为你的应允，照你的旨意。至悬的上主啊，你真伟大！照阮所听见，无一个会当甲你比，你以外无上帝。世间减有一个国，亲像你的子民以色列。上帝，你有救赎因，互因成做你的子民，互你家己得到荣耀。搁为着你对埃及解救出来的子民做大
搁通行的事，将列邦甲遐个声明看出去。你有建立以色列永远做你家己的子民，上主啊，你搁做因的上帝。主上帝，你对你的奴仆甲伊的家的应允，愿你照你所讲的实现，互伊永远稳固。愿人永远尊重你的名讲，上主万军的统帅是伫你以色列的上帝，佮你的奴仆大必的家要伫你的面前建立。上主万军的统帅，以色列的上帝啊，因为你有启示你的奴仆讲，我要建立你的王朝，所以你的奴仆好答用即个祈祷对你恳求。至悬的上主，只有你是上帝，你的话真实可靠，你用即个福气应允你的奴仆。但求你欢喜赐福你奴仆的家，互伊伫你的面前永远稳固。至悬的上主，因为你有应允，愿你奴仆的家对你得到福气到永远。